大中華商務中心專注跨境商務服務，協助海外嘅企業進入中國市場，同時支援內地嘅企業國際化，憑藉香港嘅金融、稅務同埋法制優勢，為客人提供高效、合規嘅落地解決方案。大中華商務中心成立於2009年，當時我哋觀察到香港獨特嘅營商環境，包括自由嘅金融體系、低稅率同埋成熟嘅法制，非常適合協助外地嘅企業進入中國市場，同時亦都幫助內地嘅企業走向國際。創業嘅初期，團隊嘅規模好細，我哋好清楚自己嘅定位，唔係做最大，而係做最實用嘅橋梁。第一，提高銀行開戶嘅效率。憑藉多年同金融機構嘅合作經驗，我哋能夠大幅縮短審批嘅時間。第二，控制創業嘅成本，針對中小企嘅需要，提供靈活同埋性價比高嘅註冊同埋稅務方案。第三，提供市場擴展嘅支援，無論係海外嘅客戶想進入中國內地，又或者內地嘅企業有需要國際化，我哋都有落地嘅經驗同埋資源可以分享。16年嚟，我哋堅持住一個原則：專業係基本，解決問題先至係核心。例如喺上年嘅時候，我哋協助一間新加坡嘅科技公司喺2個星期裏邊完成公司註冊同埋銀行開戶，等佢哋可以順利咁樣攞到中國嘅訂單。呢一種實際嘅成果係我哋最重視嘅。今日我哋仍然保持住創業初期嘅初心，目標好清晰，就係讓我哋嘅客人喺跨境業務上，喺香港可以順利落地同埋穩定成長。喺2009年初期起步嘅時候，市場上已經有唔少成熟嘅先驅者。我哋好清楚，單靠低價去競爭係無法長久嘅，所以我哋就用高質嘅服務嚟去贏得客戶。仲記得當時我同埋合夥人自己設計宣傳單張、製作卡片，親自帶住3000幾張宣傳單張就由香港去到廣州嘅廣州交易會參展。會場嘅面積好大，有30幾個足球場咁大，參展商亦都超過1萬人。我哋連續3、4日，每日朝9晚6，不停咁樣走訪每個攤位，行到皮鞋都爛埋。夜晚返到酒店咧，個腳板做起咗水泡，見到唔少傳單咧抌咗落去個垃圾桶嗰度，個心裏邊咧有啲唔好受啦。正因為呢啲經驗咧，令到我哋學到3個好重要嘅課題。第一，撐得耐自然會贏。最後我哋成功開發咗幾個重要嘅客戶，至今佢哋仍然係我哋好好嘅合作嘅夥伴。第二，摸到個市，生意先至係最實在嘅。今次嘅經驗咧，令到我哋知道專注服務外國嘅客人咧，呢個係戰略嘅方向。我哋嘅目標好清晰，令香港嘅專業服務嘅價值透過科技同埋全球化嘅佈局，幫助更多嘅企業實踐跨境嘅發展。呢條路唔容易行，但係正如我哋創業初期嘅堅持，與其喺度等機會，不如我哋創造機會。